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湾东部的海峡，昨尾暗嘛发生着规模6个地震，早起阁有规模5.1的余震。气象局讲，这个温物带的地震最近1-2年较活跳，学者是讲要注意着海溝型的地震。这个周期是100年，而顶一届1920年已经超过100年啊，恐惊未来会发生着规模8以上的强震。这个中央大学地质研究所的教授李锡提是请大家唔免因为安尼就感觉惊惶，上重要的是要做好着防灾的准备。以台北来讲，大楼甲老旧的房屋都要加速度来镀金，这个大楼嘛要做好着结构的检查甲结构的补强。电火直直咧海，昨暝暗仔台湾东部海峡发生规模6个地震，今仔日透早嘛发生5.1的有感地震。我们判断是它就是昨天规模6.0地震的余震了。那这个余震造成了大概在宜兰跟花莲交界的地方有2级的震度，那其余的地方大概就是1级的震度。直直发生地震，即摆菲律宾邦地杀掉后亚邦地，才甲力量送到台湾，才产生地震。不过学者烦恼大型邦地温物型地震的周期是100年一摆，和顶摆1920年已经101年，未来注意规模8以上的海溝型地震。100年错动一次那种地震规模会在8以上。昨天的地震规模6.0，对不对？一个规模8.0的地震，它的能量释放是6.0的900倍，光靠这一点点还不够。后续还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周期，能不能代表是往后的周期？我们的确是不能够去做这样子外差这样子。地震其实每天都会发生。台北摇甲真厉害，因为台北盆地地质较松软，只要地震的东坡自东部传入来，可能会放大2-3倍。盆地效应影响之下，摇甲更加厉害。跟我们盆地的地层起共振。又会再跟我们的大楼起共振，这叫做双重共振。担心的倒不是花莲，而是台北。双重共振呢，对我们结构是很不利的。这种温物邦地改变型地震，通常会摇甲较慢，和大楼建筑物产生共振，通常会摇甲较久。学者建议嘛要加紧速度，民众要赶紧做好防止地震的准备，避免阁发生后一摆地震。